咧露台都望出去啦，都幾震撼嘅喎。嗱，屋苑隔離啦就係濕地公園 Woodbury Wetlands， 呢度嘅風景啦真係好似畫咁靚啊！咁講起啦，倫敦嘅市區啦，原來啦 Zone 2啦都有濕地公園啦，同埋湖邊住宅嘅喎，交通啦仲要勁方便。距離啦係 King Cross 呢個大站啦，只係大概10分鐘車程嘅啫。咁而且樓價比起 King Cross 嘅周邊啦平咗啦，係接近一半嘅喎。咁係咪真係咁正咧？今集花大家少少時間，同我一齊探索下 Berkeley 嘅新盤 Woodbury Down。嗱，由市中心嘅係 King Cross 站出發啦，咁只係5個站啦，坐 Piccadilly Line 就可以嚟到啦，係屋苑所在嘅就 Manor House 站㗎啦。咁我哋一齊實測下啦，究竟由呢個地鐵站啦行去咧係 Woodbury Down 啦，究竟要幾耐？最後啦，我只係用咗1分40秒左右就到咗樓盤入口啦。嗱，呢個屋苑嘅最大賣點啦，就係部分單位可以望到啦，對面咧係 Woodbury Down 公園嘅景色啦，咁同埋咧呢個八字湖啦係咁靚嘅環境啊，咁由咧露台都望出去啦，都幾震撼嘅喎。咁不過咧就要着多件衫啦，因為咧都幾大風嘅。呢個八字湖其實係2個人工水塘嚟㗎，分為東西兩邊，中間有馬路分隔開。西湖啦係倫敦出晒名嘅戶外水上活動中心，東湖啦就係濕地公園自然保護區。嗱，咁除咗景靚之外啦 ，Woodbury Down 呢個樓盤啦，單位入邊啊，仲有唔少嘅亮點嘅喎。咁就好似呢個3房示範單位啦，全屋啦都鋪晒地暖系統。咁喺倫敦入邊啦，唔係好多新盤啦有呢種嘅規格嘅咋。如果你係想揾現樓嘅單位咧，同埋想望到湖景嘅單位咧，而家都仲可以選擇㗎。因為 Woodbury Down 咧仲有第3期嘅 Addition 呢一座大廈嘅單位可以俾你去揀，仲有啲特色嘅單位咧，叫做 The Crown Collection。咁有1房、2房、3房嘅供應㗎。咁1房嘅實用面積咧就講緊593尺起啦，咁2房咧就由861尺起嘅，咁3房咧就1304尺嘅。價錢咧佢就由呢個起步價咧515000英鎊嘅，去到最貴嘅單位咧就講緊185萬英鎊嘅。咁因為啲單位咧都去得非常之快啊，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揾現樓嘅你咧，就快啲聯絡我哋啦。如果你唔係必須要揾現樓嘅單位嘅，又想多啲樓層同埋多啲單位嘅選擇咧，就不妨可以考慮下全新一期嘅 The Grove， 因為 The Grove 咧就將會推出全新嗰2座大廈，叫做 The Alba 啦同埋 The Iris。咁呢度咧就正喺個屋苑嘅中央位置，3分鐘咧可以行到去 The Manor Tube Station 嗰度㗎。呢2座最新嘅大樓咧就將會提供1房、2房同埋3房嘅。咁1房嘅實用面積咧就講緊544尺起啦，咁2房嘅實用面積咧776尺嘅，咁而3房咧就係講緊1053尺起啦，價錢啦就係由515000英鎊啦，去到最貴咧大概100萬英鎊左右嘅。Berkeley 呢個發展商咧，亦都好識得去營造啦一啲有質感嘅社區空間。咁住宅中間咧留咗好多綠化空間啦，咁而且咧將係藝術啊融入咗喺公共設施入邊，咁加埋一啲啦好靚嘅玻璃幕牆建築啦，會覺得成件事咧都好舒服，好有 taste。屋苑咧亦都有私人影院、co-working space 俾住戶使用嘅喎。咁如果啦想做 gym， 屋苑咧入口亦都開咗大型健身室，可以俾大家去參加。咁 Woodbury Down 咧已經有一個相對成熟嘅香港人群體啦，佢係一個相對成熟嘅社區啦。第2個咧就係佢嘅綠化環境，去吸引到好多特別係退休人士咧，想住喺一個屋苑綠化比較成熟一啲嘅。咁第3個咧就係呢個屋苑咧，無論係租客嘅群體啦、租期啦、租金回報咧，都比較穩定少少。想收租或者投資嘅買家嚟講咧 ，Woodbury Down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。呢個項目咧係由英國發展商 Berkeley 同埋英國當地政府合作發展嘅64英頃住宅項目，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 regeneration project。佢係屬於 Piccadilly Line 沿線，佢去到倫敦Zone 1咧係極之方便。另外咧，佢仲有禮拜5、6咧，佢係24小時通宵行駛嘅。住戶啦，其實去 King Cross 啦，去 Leicester Square， 又或者去 Liverpool Street 啦，其實都係好方便㗎。由最快8分鐘去到27分鐘咧，你都可以去到以上3個地方㗎啦。去大學區嘅話，其實都好方便嘅。最為人熟悉嘅大學咧，譬如 Central St Martin 啦、UCL 啦、Imperial College 啦、LSE 啦，其實呢啲大學嘅話咧，其實只需要大概10分鐘啦，到30分鐘內啦，你都可以去到㗎啦。Woodbury Down 嘅生活配套咧，亦都非常成熟。屋苑入邊咧已經有自己嘅商店街，可以揾到唔同嘅生活所需店鋪，好似係 Sainsbury's local 嘅小型超市，咁亦都有啦中式超市、郵局、餐廳同埋 coffee shop 等等。嗱，屋苑隔離啦就係濕地公園 Woodbury Wetlands， 呢度嘅風景咧真係好似畫咁靚啊！咁仲有啦湖邊嘅 cafe， 攤住茶喺度放空一下，真係好舒服㗎。
咁呢個湖畔公園一共佔地42英畝，咁入到嚟啦會見到好靚嘅自然步道，咁沿路啦有唔少嘅鴨仔啊、天鵝喺度游水，最適合啦帶住小朋友散步㗎啦。咁呢種環境喺倫敦市區真係唔易揾到㗎。喺屋苑入邊咧已經有評級 outstanding 嘅小學 Woodbury Down Community Primary， 啱晒啦，有小朋友嘅家庭喺度生活。Woodbury Down 咧，其實個住客咧就大部分後生啲嘅，咁接近咧80%嘅人咧都係34歲或以下㗎，大部分都係喺倫敦松溫嘅專業白領嚟㗎。由2012年開始咧，個租金咧都有穩步嘅上升㗎，接近咗去到80%咁多㗎。根據 Dataloft 嘅研究咧，喺 Manor House 呢個地鐵站附近嘅樓盤咧，喺過去嗰3年咧升咗成22.6%，其實遠遠跑嚟好多倫敦周邊嘅地方㗎。嗱，今集同大家介紹咗啦 Woodbury Down 呢個啦有無敵嘅戶外環境，咁再加上咧交通方便啦，而且係 Berkeley 出品嘅大型屋苑喎。咁唔知係咪有你心目中理想嘅住宅呢？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啦，記得揾 F1 Property 啦攞多啲資料。咁而亦都可以咧喺影片下邊留言啦，講低啦你對呢個屋苑嘅感覺。咁今集嘅時間又到啦，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